距离农历春节只剩2礼拜，安平区建平里爱心会成立至今已经有8档。伫个里长傅建峰的带领，每年的3节拢会为了里内的低收入户加独居长者。今年春节的寒冬送暖，预计每户要递赠600块的红包加姜母糖、关庙面，希望会用个帮助低收入户加独居长者。每年的端午节、中秋节还有春节前都会送。我们基本上是每一户低收入户针对低收入户、独居老人还有边缘户，就边缘户就是他没办法申请到低收入那这些的住户，我们都会送给他们600块红包，还有一份应景的礼品。那我们今年呢是送600块红包，还有包那个半斤的姜母黑糖。那我们这次就因为谢谢我们那个里面的一个志工吴佑成先生，他特别制作的那个麻油鸡饭也要送给每一户都1盒。其中姜母糖是里内烘焙班的产品，爱心会成立嘛是靠姜母糖的义卖贩售里内，加上今年还有外地来建平里担任志工的吴佑成，主动加进家己煮的麻油鸡饭，预计伫个1月30号要来亲自发送。希望会用帮助绿色过一个好年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